新竹市有一间照中心的员工甲社工做伙组乐团，演奏时代平常时爱听音乐，甲时代庆祝母亲节。时代听到好听的音乐，嘛对咧拍霹啦。新竹市秋林园伫照中心，为了替时代庆祝母亲节，员工甲社工利用1礼拜时间做训练，组成一支中西合并的乐团，演奏怀念老歌，时代拢听甲真欢喜。看他们这样，真的很高兴。既然员工都有各自擅长的乐器，所以大家就决定重拾自己的乐器，然后一起团练，对，然后就是没想到意外的和谐好听。伫照中心讲，过去母亲节都会邀请外口的团体来表演，不过最近疫情较紧张，为着防疫，员工在想讲家己来组乐团，亲手表演了时代看。那很感谢我们的员工们都自动自发的自行组成了乐团，为长者增加听觉的刺激，也制造一些母亲节的气氛，增添了温馨的感觉。疫情期间，嘛造成真侪社福团体经营困难，不过照顾的工作同款袂使停。中心今年目标按说要募200万经费，目前敢若募到45万。伊嘛希望大家斗相共，帮助独居时代甲弱势家庭的照顾工作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